好来，乡亲啊，咱就煞来看德国的首都柏林，是一座科技甲历史相交叉的城市。伫柏林的大街路顶，四界拢会当看到二次大战甲冷战时期的遗迹。像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德国分裂做东西德，为着要来阻止到当地的人民投向西德，所以当地来起一道155公里长的围墙，一直到1989年起28年的柏林围墙互拆掉。1990年东西德来统一。这30年来，东西两区伫薪水的水准也是有明显的落差。咱就来看华视新闻团队来自德国的采访报道。胜利女神坐伫布兰登堡的城门顶，伫看柏林市中心。1788年起的这座纪念普鲁士王国伫去年战争取得胜利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见证德国的重新蜕变。在我背后的布兰登堡城门是柏林以及德国重要地标。布兰登堡城门它见证了德国、欧洲以及全世界重要的历史。不管是英国脱欧、难民潮等等，德国主导欧洲重要议题。不过，今日这个欧洲火车头的身份是经过重重的考验才提炼出来。时间回到1989年，当地难民一直走要坐这台为布拉格出发的火车。这段惊心动魄的旅程，经过东德甲其他的共产国家，因的目的地是代表自由的设定。这支纪录片的时空背景是柏林围墙倒落去的前几礼拜，当时一系列的政治改变，扫过东欧共产国家，真侪东德人为匈牙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走到西德。东德政府不得不计划放松对东德人的旅游限制。因为伫1989年11月初9国际记者会上，一个东德官员误解政策，提早宣布取消东德人出外的限制，和东德人真欢喜，因行上街路要求开放柏林围墙。因为驻守围墙的军人无收到武力介入的通知，最后向东德人开放边境，以外所造成两德开始通运。过2年，两德正式通运，柏林再度变成首都。柏林围墙这个美苏冷战时期的产物，本来长有155公里，即马只剩1截仔尔。那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前的西柏林，而越过这道墙呢，就是以前的东柏林。柏林围墙变成艺术家的画布，即目前东德的领导人甲前苏联总书记的兄弟之争，尤其吸引游客。当时出入东西柏林的查理哨站也变成断开圣地。住伫德国20多年的杜威奇，难忘围墙倒起进行1年，以及东柏林观光时阵的记忆。东德士兵啊，他们就像那个脸啊，还有那个肢体语言，就像是可能像是殡仪馆里面的那种很僵尸的感觉。一块柏林围墙的遗迹，2009年空运来台，表达德国对台湾追求民主自由的期待。柏林围墙为1989年倒去到即马，柏林嘛早就为二战后经济无景气，变成艺术家的天堂以及欧洲的政治中心。德国人表现出无比的严硬，不过阿摩图起的围墙倒去啊，心内迄道无形的墙啊，敢嘛倒去啊。My parents, which are on the picture here, they both grew up even before the wall was built. 两个爸母是当地奥运金牌钦定选手，65岁老爸皮特真笑亏，到即摆又愿意培养未来体育明星，拢无对着因爸母的脚步，一位空服人员做起，欠钱读飞行学校，即摆是一名技师。I've been born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so the wall was still there, but I was only 3 years old when it fell. I would say that after the wall came down, our government was very slow to try to integrate the East and West together. 东西德之间的问题反映在经济上。德国之声报道，当地的生产力以及薪水差西德20%。
德国前500大企业总部93%伫西德，而且唔但经济有差。较早东德是信共产思想，西德是资本主义。人民长期伫无共款的政治体系下生活，日子一个久，伫思想方面难免会袂合。 I really have to say that in my experience, when I met people from East Germany, they're very open to share what they have with you, and they're very welcoming. While the West, which is not a bad thing, but they're a little bit more reserved. 柏林街路像番仔花鸭仔，苏联时期的建筑物，一直提醒相平的人，因为背景是如何无共款。 In Berlin, we have this popular museum, Checkpoint Charlie. When I went there to see it, it's just shocking how they show how people just desperately try to escape from the East because they were suppressed and poor and hungry, while it's basically not true. The problem was back then that when the wall was there, people were promised that on the western side, everything would be better. 其实统一前，东西德各有优点，像东德体育成绩真好，西德自由开放。问题在要怎求同存异。 德国国会大厦上面那一行德文字写的是说献给德国人民，而这栋国会大厦呢，它同时也是绿建筑的典范。以前的是要被放弃的德国国会大楼，两德统一后重新启用，翻修了加一个圆形的玻璃顶，会使吸收能源，变成照明的电力。民众使随时看议会运作，将政治放伫阳光下，予人民监督。 统一后的道路充满挑战，要保德国下定决心，无要行回头路。